另外，为着要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，最近这几年是正施行人造肉，无论是实验室内底细胞培养出来的肉，也是用刀仔做的食物肉，有人是认为讲食起来就是咸一味。所以，英国即马有一间公司已经咧培养人造动物性的脂肪，希望让食物肉会当更较好食。肉若好食，主要是油脂甲气味所调的，食起来鲜润，阁有汁。要安怎让食物肉也同款好食？伦敦的新创业者霍克斯顿农场利用干细胞培养动物性的油脂，加伫咧食物肉内面，好有香甜的肉汁。In usual plant-based formulations and products, you have a lot of palm oil and you have a lot of coconut oil, and it just doesn't have that flavour. You know, the thing I'm after as a chef is flavour, like number one, and it's the thing that's missing from all of these products. 因伫咧实验室利用细胞培养肉类的方式来培养动物的油脂，即嘛主要是做猪油，以后拍算做鸡甲鱼，也甲生产食物肉的品牌一个连锁超商配合，开发混合性新产品。今年有一份市场的研究报告讲，到2035年，实验室培育的人造肉产业，计来将会挖掘20亿美金。因过食素的人无法度食，限制伊的发展。生产成本伤悬，也是爱解决的问题。无论是食物肉，或者是实验室培食肉，拢有一定的发展规模甲市场的接受度。因为生产线比传统的畜牧业使用更较少的土地甲能源，也降低碳排甲动物的领导问题，被看作是未来粮食的解决方法。公司新闻，施惠中编辑。